后来，这个四大公投包括着反内地、真爱超搭，重新来启动着第4学联法电厂，甲公投北大选，12月18要来投票。国民党是全力咧推动这4项公投，那民进党已经把这4项公投看作是有关当前国家发展上界关键的课题。讲总统蔡英文将会亲身下乡去讲好清楚。中选会主委人事同意权，因为民进党团多数，国民党团规期放弃权益进场投票。不过，就算中选会主委李进勇会使连任，年底4大公投，民进党唔敢大意，要说服民众投4个无同意票，总统蔡英文会亲身出面。总统所领导的这个国家好的团队的话，我认为他有需要就应该跟全民说清楚、讲明白。总统也好，他也担任了主席，所以我们民进党全党上下都会全力为这件事情来做宣讲。如果第一站在高雄的话，那我们高雄人一定非常的欢迎。总统蔡英文4月份和环团见面，要来沟通三接限海超大议题，所以有原爱伫年底公投，不过烦恼的唔哪一项。4大公投案除了伫内海超大以外，阁包括你敢有同意政府全面禁止有来客多巴胺相关制品进口的番内地？你敢有同意实施客户商专发电的中客核试？阁有公投北大选，拢会伫12月18投票开票，12月24公告公投结果。国民党采取的方法也是一样，就是苏贞昌院长不是说他们要下去宣讲吗？事实上，我们也准备安排这个下乡巡回的宣讲。为着确保公投未过关，民进党早着规划中溪全国巡回百场公投座谈会，国民党嘛咧准备。就伫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定调4大公投案升级组反内阁公投延续组拿力对决。民进党政府看台这4项公投拢有关即马国家发展，双虽然思考点无同，不过面对年底公投拢有未当输的压力。